在台北市闹热的公馆上乡顺后，有一座杉树山起落。清朝所谓这只个是出入台北省做生意最重要的一条路，也是在讲公馆路是对亚形成的。二次大战加下，杉树山还个是台美协防的联合作战中心，并个提建起的繁荣新村，无分批到小沙的路提点点人自家起伏。国家给当时的农业试验所小沙圈。也个居民的族群非常多样，黑人、外省人、新移民都有。佢当时受到军事体系的保护，故所生活资源就蛮丰富。佢只个也变作宝贵的历史遗迹。不过90年加下呢，杉树山部分位所变作台科大嘅学校用地，引起安置嘅争议。一直到去年7月的文化局同佢只个指定做文化景观，暂时解除危机嘅。不过，目前法庭范围还有许多不确定的所在，接下来认识亚洲总头。大姐你好，大姐你好。我们就是现在在看社区里面有哪一些是比较大棵的树木，然后我们今天来帮那个树量一下胸围。我是看到的时候才傻眼。拿到吗？好，我看到了，等一下啊。OK。好，小心哦。这个到了468。468。苏洪拿定纪录谱检查同翕相机，一群后生人爱出发呢，爱去杉树山之路，行到是好杉树工作室的成员。2年2前就来开始推动杉树山之路保存同再个利用，让伊行到爱来测量同记录，也当每夜路数诶。像这边其实它算是一个浅山的生态系。对吧？然后就是生态廊道的一个优先示范区，然后里面这个山里面还有山羌，还有白鼻星，就是很珍贵的动物，所以我们就想说，先把社区这边的里面的大树呢做一个调查，所以我们就有量的这个动作，它可以向文化局做老树的申请，然后就会有老树的保护条例来保护他们这些老树。这2棵不到50年，那一棵60年以上。所以你比较有印象的这一区的大树是大概，你比较印象是在哪里？草地太树下了2个阿伯公系亚达美嘅居民，好杉树工作室嘅成员，未接受来唱高级。大鹏安内大嘴骨就很卡了解采体嘅历史。以前是满山荒草、杂草，不然就是空军作战森林部的战壕，还有人在那边养羊。现在呢都是违章建筑物，对这里有感情，而且这边很近，闹中取静，晚上安安静静的。我一个人住习惯了。亚初杉树山之路，伫清朝时代是新店同建民地区出听说会行嘅一条路。宋朝笔录嘅影片开嘅一条6公尺，其中一条插把河就会对杉树山嘅山脚下流下过。日本所谓山地农业试验所同产业改良厂嘅上山，也是抢存到生动嘅建筑物。2次世界大战过后，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国军同美军伫亚成立联合作战中心，为了安置军舰，成立为繁荣新村，总共39户。下后军舰亲戚朋友陆陆续续来亚附近的起伏，系政府无公民有准技术采嘅违建户，未就系大家讲嘅此地因错为列管建户，总共有146户。故所亚达美嘅一带有丰富历史嘅山上起落。那长寿山最精彩的是，它不属于一个单一的历史层次，而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不同的历史的叠层。那更有趣的是，因为它还是一个活的聚落，也就是说，现在还是有很多在当时，尤其是战后，我们了解到住宅资源非常有限。那有一些人透过自力营造的方式，逐渐的在这个焕民新村的周边形成的一个有机聚落。那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网络，其实支持了整个长竹山的空间它成为一个
有别于过去传统聚落的一个很特殊的条件。三树山的头摆认真军事背景受到保护，唔但唱有丰富嘅生态资源，第三边族群康来讲，其咩係各族群都有。那这个社会网络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姓氏，而是来自于非常多元的族群，从原住民、客家，乃至于原来的外省的这些军眷的住户。我们当然知道尤其是所谓的这个经济起飞之后，有非常多的城乡移民，来自于台湾的中南部，来自于这些闽南的这些背景的移民，其实都汇聚到蟾蜍山。客家人哦，拢吃苦耐劳，对冇？吃苦耐劳所以他们来到农业试验所，还有以前有田割禾晒谷有客家人做哦，有客家人做哦，因为产业改良场是畜产的哦，畜产的哦，就是讲一个，就是我们客家人他刻苦耐劳啦，对冇？就这样子对啊，以前嘅在做你迄个后背后腿很多少啲带啦。总比妹同家老公喺啲呀有50年咧，係自立而錯夫。不過三樹山有條蔬菜，喺90年代或做台灣科技大學嘅學校用地，總比妹就係其中嘅一戶。2000年公告都市計劃當中，基礎下的高峰聽從為先老居民安置後世，張組的提出開發計劃，不過到今還係無消無息。我們都有那個公文下來，就是我們有要求說，你要把我們趕走的話，要這塊地的話，你要給我們先蓋房子。他答應哦，答應，結果你看這幾年來了也沒有下文，也沒有下文啦。一直到2011年的年代，其中上係國防部嘅富民新村總共39戶人家，先前本國防部安排到府區內嘅國策來行。以前眷村沒有遷走的時候，我們村子真的非常的乾淨，可以曬臘肉，可以曬被子，然後曬被子、曬衣服，下雨你也不用擔心，一定有人幫你收。每期頭擺係啲富民新村嘅頭日的李順林係建村天一推，每期也下三樹山好富地嘅李總，佢哋自己無人係啲空多多嘅屋嘅，就叫歡喜激動到嘅想法。因為現在我眷村的39戶已經都人去樓空，因為他們都是搬到文山區的萬隆了。那這39戶，我也是一直覺得，希望說文化局能幫我們保存下來。畢竟在台北市已經找不到這個依山建築的空軍眷村。廿39戶富民新村嘅屋上，本但喺2023年前一代就會창택樓梯高本推口台。不過第二前，後三樹工作室同意文件嘅人士，協同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申請，為樓基訂了做歷史建築。一直到2014年前一日，文化資產審議會通過，到三樹山訂了做文化景觀。其實文化景觀的話，它定義就是屬於人與自然發生的一個互動的一個狀態。那在蟾蜍山這個案例的話，那當初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考量到它是台北盆地算是比較保有原始生態的區域，然後再加上以前又是所謂柳公圳的一個經過的地方，還有清代有清代的那個古道公館要通往新店的一個古道。那在這種綜合考量之下，那給予了蟾蜍山這樣一個文化景觀的一個身份。不過文化景觀嘅範圍到內還蠻擴天，現正規嘅三樹山之路嘅天主動多要動複雜，故所謂的文字委員會審議過後就獲得。不過其中一類天主推高台是計劃維繫太lâu，誰知道蔡天兒同藝文團體就受騙呢？這是我們在前2年就是開始去做保存，那去年7月也被台北市文化局指定成蟾蜍山文化景觀，但是現在文化景觀的範圍一直還沒有確定的界定出來。那現在在討論的過程裡面，台科大校方是一直提出來說，他們的校舍空間不足，希望可以在聚落比較平坦的地方新建大樓。那我們現在是希望說，文化景觀應該是以文化資產的價值去做考量，而不是以坡度的平坦
为由去做考量。那我想说，当地居民他们会担心说台科大会大规模的在那边盖大楼啊。那我想再利用这个机会来澄清一下，就是台科大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要有这样新建大楼的打算啊，而是把当地的房屋按照他们的现况，然后设法给它活用活化。那我想这一点是当地居民是应该可以这个释怀的啊，不需要担心这个事情。推口台表示，现时无去大陆嘅计划，每位县长定会康复嘅来好好利用。不过2年前，采提有意府不是人世嘅创业阿伯婆，本推口台提出告诉，要求其为老房嘅拆拆楼梯或好搞。虽然推口台已成派书，不过好搞又在个松树，未到阿伯婆心肝动痛。我哈，民国37年哈，到改良场来。那我是文书打字的哈，做了27年9个月，退休，大概是民国65年的时候退的。我现在80几岁了，那能够给我安置，那没有办法安置的，给我做到终老。我也80几岁了，我不可能，好像留给下一代。这个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啊。那其实因为我们是公家单位，那我们有相关的法规。这个我们必须要去执行啊，所以我想在这个违占户的这个交由法院，我们还是诉求法律的程序。那在法律程序没有走完之前，我们就是一切由法律来做最后的裁示。在提几面同好上述工作成员比，推口台既然头摆有印象，应该为老几面安置好些，韩国老高数各样测贴。总共33期路，既然有文化建国嘅成分，希望好搞就得考虑到文化。佢按用嘅27路會留低，好搞也用得。雖然只提做文化建國，不過並唔係開發唔得。文化景观的范围比较大，事实上，一个文化景观可以容纳聚落、古迹、历史建筑很多种不同的文化遗产。那文化景观它本身其实也是一个。相较之下比较有弹性的一个文字的指定所以其实文化景观并不能说它就不会开发，而是说在开发的前提下，你必须要透过一些文字的审议尽可能让新的开发跟原有的地景的纹理可以融合。所谓文化景观，它可能后续它可能会有面临到就像你说的要怎么保存或者可不可以开发这部分的话，会由文化局来拟定一个所谓的一个上位计划，就是这个文化景观的一个保存原则。那这些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它就可以依照这些文化景观保存原则，去确认说他们后续的开发或者是保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然后来拟定相关的一个计划内容。虽然文化景观嘅版比还冇往天初，好上述工作室未提出建议，未來做定用嚟用，高峰未表示會好好考慮。所以我们比较希望的是说，这些居民其实学校没有钱盖新大楼安置他们，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这边做就地的安置，就让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就地的安置、就地的安老？这其实也是现在我们老人化的一个社会很常遇到的问题。这边有很多的闲置空间，其实是可以让设计科系或建筑科系用比较有创意的方式来活化。那也不用一次全部，基本上只要学校开始愿意分批找几栋比较屋况比较好的建筑物先来做的话，其实我相信很多的计划、很多的资源就会进来的。这个就是回归到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因为这个场地等于。我们是管理机关，那管理机关就是我们会受制于国有财产法，所以将来如果这个场地的使用，我们还是要依照国有财产法相关的规定。那当然我们不排除跟这个当地的居民，还有一些艺文界的朋友来合作，可以在那边做一些这个展示文化的展演。28年前，有名嘅陶冶好好協，協備天陽，年度好嘅乜嘢，主要就係啲呀343協備。在啲見面同文史工作上一比，是為推口太統計第343天初前未到同27路強生術嘅方法，總共為啲推白按鬧嘅態度施行，在個前度天意嘅337路。
这是无可能的。